观众朋友，今日个好目，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现在在屏东6队体期每年都会办运动会，这个运动会有一个名嘅叫做太湖山下的小奥运，其实都係我哋6隊運動會。6隊運動會嘅今年已經辦咗第57屆嘅，不過今年咧辦嘅地方係睇我哋屏東人嘅足球場。要不要去踢皮的要不要除了一般的我哋咧有球水啦，還有我哋打籃球以外，我哋今年有一個霹靂舞，要不要比賽嘅一個項目。當然霹靂舞呢，嘛都好係睇2024年，要不要睇法國的巴黎辦嘅奧運地步一個新增的一個項目。我哋今日有上到來賓咯，都係對我哋教霹靂舞有10個人年的一個教練，來到現場，我哋馬上歡迎來到現場，申倫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係來自重資梁申倫，大家好。頭先我哋一開始嘅時候，都講到我哋一班2024年嘅時間，我哋奧運喺法國嘅巴黎嘛。我哋會討論呢個重點，講巴黎嘅奧運會有啲位重點係我哋個擅長嘅運動項目被取消掉了，但是有新加嘅係我哋以前冇談過，譬如講霹靂舞，但是我哋一般人講都在霹靂舞同我哋一般人講嘅街舞、街舞有乜個差別咯？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個小解一下講，一兩個舞都係有乜個差別啊？好，其實街舞跟霹靂舞它是兩個相融的東西。它其實在1973年最早期的時候，它在美國紐約的布朗區，它就慢慢產生了。其實那時候它不叫街舞，它那時候其實就叫霹靂舞。它霹靂舞的時候，其實它就有4個風格 ，breaking 就是現在所說的霹靂舞。好，再來就是 locking， 可能一些手部的動作，然後還有第3種 popping， 就是機械人那種wave 的東西，還有另外一種就是叫 hip hop，hip hop 就是比較大律動的動作，這樣子。那其實它那個時代啊，只要你會這4種其中一種的任何動作，它就會直接認為你就是霹靂舞者。對，它其實它沒有差別。那是因為它到日本的時候，慢慢日本的前輩他把這風格慢慢把它分開。對，所以慢慢才到日本之後，才慢慢這4種風格 ，hip hop、locking、popping、breaking 才慢慢產生。所以慢慢的，他們就是把這4個風格整理出來，有每個風格專屬的動作。對，像例如說，好 locking 好了，做手部動作，人家就知道哦，也會跳 locking 呢，跳 popping， 然後大家就會知道，也你跳 popping 呢，然後好像你會頭頂。做一些很酷、很帥的動作，你會講，也會跳霹靂舞哦，然後接下來 hip hop，比較大動作、律動的東西，人家然後就是可能你穿的衣服會比較大，什麼的，就是本來就是跳 hip hop 這樣子，對，它其實它的原因很簡單，就是這樣子而已。一般來講，因為對人來講，係係專家嘛，你哋個動作係乜嘅。但是一般來講，我哋看比賽時陣，我哋冇看講，一般嚟講，每個人跳嘅東西，咁冇到幾好啊，然後冇跳過獎。比賽時很容易去比講，乜人係第一名，乜人第一名，乜人有人勝負。最主要嘅技術係看睇耐嘛。這個其實現在的街舞比賽啊，評審他比較。因為每個評審他跳的風格會比較不一樣，那他變成就是說他會比較主觀，他就是會看說你對於音樂性、你的舞蹈的融入有沒有在那個 match 裡面。那當你有 match 在那邊的時候，你有辦法成為全場焦點的時候，那自然而然評審就會喜歡你。那你有辦法就是做到剛好評審。他對音樂這個點，他很喜歡的地方呢，剛好你有做到的話，那相對的加分就會非常多。對，所以現在的街舞比賽其實評審評的會比較主觀一點。他其實現在街舞比賽他沒有一個一定，他就是以評審他的經驗，還有他對音樂的了解。因為我們每一場比賽他都有 DJ， 那 DJ 他每次放的歌都會不一樣。那相對的評審他聽到這首歌的時候，他很喜歡這個地方，然後當你喜歡這個地方的時候，
然后刚好他的前面的参赛者有跳到，他要的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就会加非常多分，对啊，所以这很主观。嘿，嗰個啲感覺到講，真係感覺到個主觀啦嚇。聽你都講，等於是講，你要比賽嘅人係唔係可以現場去表現到，唔即個規劃部分冇得講表現到，同評審多相同的那個，應該說痛調比較近的那個部分的話，其實對於選手來說的話，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表現的方式。唔像有的會，譬如講，有的比賽啦，哈，有的嗰種一個固定的套式，其實都展現出來就好。可是相對起來，譬如講街舞或者霹靂舞的話，現場的嗰種表現的嗰種幾率會比較高。沒錯。所以這就是街舞我很喜歡的地方，因為街舞它是屬於就是說你可以隨性的發揮，然後不用在意別人的眼光什麼的。因為基本上就是我們跳街舞最重要的就是音樂要去喜歡它，你因為沒有辦法跳，甚至就是說我們客家歌、台語歌，甚至 hip hop、R&B。什麼的，我們都要去聽，包含就是可能現在現代舞會聽的歌，我們也一樣會去聽，因為每一個音樂它給我們的感覺不一樣。因為頭先你所講，比賽是現場有的 DJ 嘛，DJ 要變個歌位，冇聽，嗰是平常嘅時間，你可能要把所有嘅歌位，可能要節奏，可能嘅東西，這個如果先上過一邊，用讀到按呢節奏嘅東西，用一跳，希望現場嘅時間能用一表現。係啊，所以就是說平常的練習也很重要。包含就是說，那練習重要以外呢，我們跳舞是很注重就是靈魂。那你就是說，當你如果跳這支舞的時候，你已經失去那種熱情的時候，你對到這個歌，你跳起來還是會評審一看就是靈魂不在了。對啊，因為評審其實他們是非常經驗老套，而且會當評審都是不容易，所以都是有一定的經驗，這就會看得出來。你對通作喺度點即係跳有靈魂冇靈魂。對，所以就是這就是我很喜歡的地方。它不像就是說跆拳道好了，像我在跳舞之前我是跆拳道選手，那不會就是說上場我得分要得的比你多，然後得的比你可能高你幾分，然後或者是把你可能就是先超過7分我就先取得勝利這樣，而不是這樣子。那街舞它就是它可以借由音樂讓你喜歡，喜歡之後，然後你自然而然身體會告訴你怎麼去詮釋這個音樂，然後去做練習。對啊，這就是街舞它讓我很喜歡、很奧妙的一個地方。因為個人提供，其實以前打跆拳都嘛打到一啲嗰等級啦，哈嘛，於是差唔多可以去參加的那奧運的一種展現的一種標準的。可是其實，但是問題係跆拳都同街舞冇得譬如，其實本質上其實係差幾多嘅一啲東西，一啲其實有一啲幾固定的一啲套路，我甚至講，以幾強調的是力量。好的展現，但另外的都傳統講啊，其實一個程度呢，嗰種節奏感其實是要非常強的。沒錯。咁當初唔睇，應該講，當初係因為練的跆拳道練得過老，等於跳舞，還是講，其實你這個相關可能當初在跆拳的時候，是不是就有那種音樂的那種影子在裡面了？你自己覺得？跆拳的，其實那時候在練習的時候啊，因為我們不可能就是練習很沉悶嘛。那我們跆拳道其實有一個動作叫跳動。跳動的動作。那跳動的時候，其實教練他會放音樂。有時候其實在那時候練習的時候，在跳動的時候就不自覺的，自己跳動的時候在跟音樂這樣子。對啊。所以可能也是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就慢慢喜歡音樂了。但是借由我接觸到跳舞之後，我認識到更多的音樂之後，我就更喜歡跳舞這個事情。幾時節唔用去跆拳道轉到霹靂舞的街舞樂團的時間，都抗議反對。從跆拳道轉到跳舞嘛，其實是非常反對的，因為現在呢，能把跳舞當正職的老師其實不多。對，就是也不要說不多，堅持的不多。
对，因为他们有林种种现实上的问题，对，造成他们不得不放弃。嗯，对啊，因为跳舞的工作，它不像说一般上班族好了，可能早上8点到下午5点，可能就是下班，早上上班，然后下午5点就是下班啊。但是跳舞它就是说，你还是要累积一定的人气，包含就是也要有一定的人气以外，还要一定的资历。表演资历什么的，然后慢慢的，人家看到你之后，然后人家才会愿意请你去教学。那最重要就是我自己，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我是海家在有教室会在幕后推着我，对，所以才有现在这些机会，我可以在各大的学校，甚至舞蹈教室，还有一些地方去做教学，对。或者当然，可能家人在这样的思考之下，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你从一个这么有制度的环境里面跳到另外一个其实比较未知的环境里面，可能他们有个胆识。对啊，一定都比较担心，因为怎么说？我说我好了，我其实一开始教跳舞的时候，我的月收入只有几百块。对。那所以相对的家人就会觉得说，哇，你收入都一直这样子，你一直没有成长，所以相对的他们就一开始会不支持。对啊，也是就是说教室啊，我的教室他在幕后推我很多，包含我路上不止教室，还有很多的舞蹈的我的恩师，还有我的恩人，他们也帮助我很多，因为他们会带我去教课，然后甚至他们会让我去试教。那试教完一堂之后，他也会说：“盛仁，今天钟点费是你的，因为今天这是你教的，我觉得你教不错。”对，然后之后慢慢表现的 OK 之后，老师也慢慢的他放心之后，他会把课程就慢慢转接给你，这样子。也是因为老师有不断的 push 我，教室有不断 push 我，我才有机会，就是说慢慢的像今天这样子，有许多的人愿意支持我。然后愿意请我去教他们这样子。可是对于这样的关于问题的一个工作，变到另外一个其实归好，但是市场没按问题的一个工作地步，其实生论把归到我心力。休息下我等下我哋话有个到郭精彩的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我哋来自屏东从事霹雳舞的先生梁生伦，同人讲，当初很用对跆拳道变成我哋那个霹雳舞的先生。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头讲嘅人推地方，其实霹雳舞唔係講按身形嘅時節，尤其係我哋鄉下地方，按嘅時節，除咗學霹雳舞，冇得講，學跳舞一部分嘅話，嘅時節唔係要學習嘅管道去嘛個喏？我學習管道是。我大學時候有一個學長他那時候有在創舞蹈研究社，對啊，那時候我就在大學大一的時候，因此認識了他。那認識他之後，其實那時候其實沒有霹靂舞，就是沒有 breaking， 沒有在社團裡面沒有 breaking 的舞種，因為那時候大家都是跳 hip hop，locking。不然就是 popping 这样子。其实本身我就很想要学霹靂舞 breaking 的东西。然後因为社长他知道，就是说我对霹靂舞还蛮有兴趣的，所以因此同埋叫我去高雄那片请来第一个老师。我第一个老师他就是在高雄那个新觉江的，那时候叫舞道馆。对，然后因此我就在舞蹈馆学舞的时候，我认识到这个老师，然后因此也是因为这个老师，我上到第一堂课之后，我就整个人像
上瘾的感觉，我会觉得说，哇，我上完第1堂课，我第2堂课、第3堂课、第4堂课、第5堂课、第6堂课、第7堂、第8，我不要缺席，因为刚好就是我很喜欢的舞种。啊，他其实这第一个老师啊，他也是刚好也是我的舞蹈上的一个大恩人，因为他也收我为他徒弟，然后教导我很多东西这样子。对我当然唔晓得跳舞的人来讲的话，我实在唔到没有办法体会，同你讲哇，总系体检课、体这课，我感觉到讲哇，也边很唔归好的东西。你有没有同我的观众朋友在说明下讲，唔归好的嘛东西？是音乐形态，还是说他的肢体的动作，还是讲一个整个那种让你觉得够自由、够快乐的感觉？因为系安尼讲啊，哎，唐多伊的音乐，他的动作啊，就是非常的酷、帅、非常炫，是，对。其实我说实在的，就是男生嘛，男生就是很喜欢帅、酷、耍帅嘛。可跆拳道已经够帅、够酷了吧？跆拳道当然是也很快，也是很酷、很帅啦。对啊，但是两者会不同的帅这样子。对，没有错。对啊，所以就是光酷跟帅好了，就是霹雳舞 breaking 这东西会让我更诠释这样子。其实有挑换来那种，人讲样态、好姿态。其实是蛮吸引你的，对，没错。因为香港的其实节会从流行的时候，比如说国标啊，有的人都很喜欢那种国标那种很绅士、很 gentleman 那种感觉。但是你因为讲给你的一松哥发现，这个舞蹈的那种姿势其实是很吸引你，为什么继续跳下去？对啊。好像 breaking 它很吸引我，是因为它跟其他街舞风格不同。好像 breaking 好了，它有5个项目，第一个就是摇滚步，那我们在英文学里面会称它为 top rock， 然后第2个就是排腿就是手撑在地板上，然后脚在那边做一些排腿的动作的，它称为 full walk，然后第3个就是招式，像有些倒立啊、单手倒立啊、头顶啊，或者做一些 freeze， 一些坚定的动作，那这个就称为 freeze 招式的东西。然后接下来是 flip 它是翻，前滚翻、后滚翻。后手翻、小猴翻，一些翻的动作，然后第5个就是旋转的，像可能看到有一些风车、鞍马、头转、抛的东西，对，所以它主要就是有这5个项目，所以就是会让我很喜欢它。主要可能我自己个人我会喜欢去尝试多元一点，也很喜欢去挑战它。这样子，所以相对的这风格，我知道有这5个项目之后，我就会不断的就是，因为喜欢，所以会花时间有时候去练习它，因为希望可以把动作越做越好，这样子。因为讲的以前，比如讲啊，能够综艺片演员欣赏，我因为讲啊，嗰種學跳舞嘅聲音咧，如果你唔到我特殊嘅聲音嚟啦。但是其實，而家我發現到講，其實學跳舞同埋特殊根本兩回事。其實而家嗰度我特殊嘅聲音咧，本身嘛佢跳舞，你這個而家嘛可以是做欣賞嘅，做教練嘅嘛。你這個發現到，其實也情形根本冇特殊同跳舞嘅件事情完全冇關係啊。也是某腔的事情啊。其實以前的長輩啊，都會覺得說在路邊跳舞的小朋友啊，都是不喜歡讀書啊，就在那邊練舞什麼的。那其實，我們這個姿勢其實慢慢的這些小朋友他們有慢慢在進步，因為像好，我比喻他也是我們客家的那個霹靂舞的一個很厲害的老師，他叫楊乃。像他好了，他曾經就是為了他跳舞，他跟他家人就是說，媽媽，如果說我得到前3名的話，那我希望你可以支持我跳舞。所以媽媽就因為這樣子答應了他，所以他也因此他為了跳舞得到了前3名。對，那其實就是說，這東西是看孩子他對讀書有沒有興趣這樣子。對啊，相對的，其實如果他有興趣，他對讀書還有興趣，他對跳舞有興趣，他時間有辦法分配好的話，他是可以文武雙全，把他就是
两者兼得的，对。因为其实以前啊，如果嗰度加上咯，你咪讲啊，读书係唯一的一件事情。其实嗰度变成讲做其他插事的事情，嗰种都会干涉到读书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没得读过书的人嘛，第一，其实你这个可以专心的时间都差不多这段时间，就是那一段时间可以专心。对。但是人家嗰度的研究都讲出来讲，佢种其实係做另外一个运动的时间。你反而会让那段专心的时间其实是更专心。对。因为我其实可能我哋冇读过书嘛，以前冇读书的时间，要摕书卡在压名记名。系啊。你读书的时候，压名俾人畫圖啦，其實時間嘛係花喺度，但是其實冇讀到書。但是有嗰度研究，你咪講，嗰種其實要做另外一件即係個好事情，唔單止係打籃球啦、運動啦、游水啊、跳舞啦。但存下來嘅時間，唔專心嘅去做讀書嘅一件事情。其實唔會比嗰種全部嗰種免疫力嗰種睇讀書，其實你壓名記名你畫同事嘅。伊也要成就，唔會比人差嘛。係啊，嗰種其實對其他生人嚟講嘛，伊可以做以好的事情，同時其實蠻可以去兼顧念書這件事情。係啊，我不可能無時無刻一直讀書啊，因為我一直不斷看國文、數學、英文，我也會累。那相對的累的時候，你要如何提起精神，就是運動。所以也是那時候也是借由跆拳道會讓我有一個抒發的空間，然後慢慢到大學的時候，我慢慢把跆拳道轉型到跳舞的這件事情之後，我也是一樣啊。我在讀書的時候但是當我下課之後，就會跟學長走啊，我去練舞。係啊，冇咁多，其實對於你講，人家生活地步，如有幾多冇叫我創新嘛？冇講人家生活地步，你讓伊啲創新係讀書。其實研究我真的會疲乏啦。好，嗰種要跳舞創新，啊，有啲人可能係交男朋友創新，另外一個創新就變成人要讀書。好，嗰種把每個地方都做好吧，其實對生活嚟講話都冇咁無聊。啊，更加唔即係搞嘅生意呢？大部分係因為國中、高中係咪？還是小學呢？國小也有，國小、國中、高中也有。對。嗰學校嘅形式嘅社團係用嚟簽到嘅咯。有些東西嘛，喺教室有在推我，還有一些老師他有在不斷的幫我push。然後像好比例好了，像長治國中也是以前我的老師教過我的老師，他知道我在跳舞，然後他幫我去跟學校的組長，幫我跟他說，學校要不要開個熱舞社啊？生人現在跳舞還不錯啊，可以幫他開個社團，讓他好好教學弟妹這樣子。其實這個真的是我跳舞到中間的時候，長治這一塊，就是我自己在地的家鄉這一塊，它就是變成我一個夢想。對，因為我希望說，因為其實有些時候我在社會上我遇到就是有些人會覺得說長治的孩子好像都會輸外面的孩子，但是我自己並不認為，因為長治的孩子不是說會輸好，長治的孩子他是比較害羞。我現在在教長治國中啊，我在社團裡面我會非常重視，就是在社團時間在教導他們的東西，因為我除了教導他們舞蹈以外，我要希望他們就是建立自己的自信。因為為什麼人家會說長治的孩子很像都會輸外面都市的孩子？因為就是你自己自信心沒有建立好，然後當可能一場比賽好了，你可能一出去就覺得啊，我遇到他我輸了，對，你心裡一直覺得你輸了，那當然你就沒有機會了，對。但是相對的，如果你覺得你心裡告訴自己，我覺得我可以辦得到，我覺得我可以贏他，那或許你起碼有60%的機會，說不定。對啊，因為你自信心有建立起來。嗰種跳舞一件事情，唔單止可以建立起自己嘅自信心，同時嘛，可以建立起自己對人生嘅態度。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
欢迎过来福起来的，上到节目，我哋来自屏东长治的森伦教练团人讲，其实其他新人的学跳舞的新人的吼，伊也要成绩其实嘛quite好。我哋常常要讲到讲去，我哋做体育的新闻都讲，我哋有啲体态医学院的医生，伊从事嘛喺打篮球的一个校队，伊愈方比到一打篮球，嗰时听妈妈讲，伊听我好好读书，结果伊拿到医生，伊读到医学院以后，伊毕业以后，伊开始去打也要职业篮球。我说。做起我因为讲，不运动啦，我跳舞声音的，唔会读书，其实更加来讲，唔係一件事情啦，因为每得有专心嘅部分。运动跳舞一件事情，可能我比声音咧，嗰专心去做一件事情以后，如果嗰专心去读书。哦，嗰種將頭都有講到講，其實有搞嗰度嘅學生嘅嘛，嗬。人家學生嘅最年輕同最老，差唔猜到誰啊？最小現在有中班，中班。4歲5歲，对，而且还是学霹雳舞哦，真的，对，哎呀，那最大就是90岁了，90岁的话，这不可能教霹雳舞，很危险，对，会非常危险。好，咁我想問下講，譬如講學人對最細嚟講好唔？最細嚟學霹靂舞係以這個嚟學嘅，還是以爸爸過學霹靂舞，然後希望講也要生意嚟學咯？有的學生。是因为爸爸，小孩子在家没事做啦，他想要给他一个抒发管道，就是给他去发泄，所以于是就给他带他去跳舞，对。但是呢，这个会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是说小朋友跳舞之后发现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就跟着一直跳。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声音的跳霹雳舞真的很帅。而且小朋友他跳舞从小开始培养。这个是最好的，对啊，因为长大的时候，当他如果一直持续跳的话，这个其实对他来说会是个还不错的一个兴趣啦。比如讲，创业班我哋已經結束緊日本嘅奧運，咪有啲新增的一個滑板嘅一個項目。其實佢得主嘛，能19歲呀。係啊。你等於講，我哋2024年我哋呢，巴黎奧運又有一個霹靂舞嘅。嗰時等於講，嗰種萬歲開始嘅練習班，可能19歲嘅時節，你可能已經夠有名嘅呀。係啊。嗰時其實等於講，乜個東西萬歲有興趣，你去練習，你開始去學習，然後去接觸到。如果可能有真有興趣嘅話，你想是啥呢呀？如果你真係如一路放一練下去，其實對成人來講，而家唔係講一定要讀書嘅啦，讀書嗰件事情行路不一定會比運動啦，冇咗其他專長嘅項目，我不一定行路嗰度。但是我結果有興趣講，90歲阿公咧教伊嘛個喏，伊又唔可以。90歲阿公阿嬷係教。搞那个一般比较肢体脚步的动作，因为毕竟他们的关节什么已经稍微比较硬化一些了。所以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太激烈。对啊，但是有些阿公阿嬷他喜欢，他还是就是一直不断的去跳。对啊，只要其实我是觉得说，你的心只要是年轻的，身体虽然说慢慢年长，但是心只要是年轻的。你的热情还在，你即使几岁都是阻挡不了。对啊，所以像我们这一次社区好了，因为我们这一次不同的老师教不同的社区，我有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90几岁的老阿公哦，他是一只脚没有办法动，他拄着拐杖他来社区，但是他知道要跳舞，他立马把拐杖丢掉，然后跟着一起跳。这个是很感动的事情对啊，这个是到底给他教是有问题冇咯？他可能平常真是冇问题啊。有些东西就是说你的热情，其实有的时候它其实是不会阻碍到你。对啊，即使好，可能就是说即使你一只脚没办法动，我坐着，我想跳我还是可以跳。对啊，所以就是说在教长辈的时候，途中会发生还蛮多的状况，像。长辈他们跟我们年轻人不一样，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的体力，他们没办法一直跳，所以相对的就是说练习不能中断嘛。那所以就是会觉得说，站着当他们脚酸了之后没有关系，好，我们坐下，那我们坐下一样可以练。好像可能站着好了，可能这个动作，但是坐着一样也是可以做。对啊，所以这东西是每一个年龄层。然后到每一个环境，它有不同的教法。好像我举例2个环境好了，
街舞教室跟健身房这2个教法又不一样。街舞我可以很认真，我可以把我一切所知道的全部教给你，但是健身房不一样，健身房就变成是说你要不断的带动大家，然后开心的去学，开心的，然后简单的把动作做起来，然后要让他流汗，很开心就回家，这2者是不同的。但是最重要的讲，但年纪唔免限制以后一件事情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啦。你等于讲，你不会因为你年纪大了，你就不能够去学霹雳舞，不能够去学街舞。对。但是有些当然公母以前的同种入魔一周嘛哈，但是其实它的律动感，它的那种姿势的那种动作，其实还是可以去接触的，就是你还是可以去接触霹雳舞里面它最漂亮的那一部分。对啊。那这部分唔係因為講，你也要有一些演技，你都冇辦法去做一件事情。係啊。其實霹雳舞行的律動，它有2個有一個連接性。它就是街舞跟霹雳舞，它其實它就是有一個連接性的東西，就是律動。它律動還是有的。像我剛剛說的4個風格。這4個風格裡面，它一樣就是你還是要有一定的律動。對。相對的，你才有辦法把每一個風格它的基礎功把它做到好。因為講到一件事情啦，我從頭我發現到講，因為最近我因為講，個太影啥，我們的銀髮族其實更適合去打鼓。做乜因為一方面可以訓練自己的肌肉節奏感，係一方面係談論節奏感，因為其實節奏感對於我哋講個太陽演員來講嘅話，其實係一個重要的一啲東西。但是你頭先講到，其實人呢，舞蹈底部節奏這些部分，其實也是踩得很重的，沒錯，也是踩得歸淺處，應該講歸淺處嘅啦。係啊，歸淺處。係，嗰時等於講你喺談論嘅節奏感以後，其實對我哋睇老人家嘅嗰種自己嘅肢體的一種訓練來說的話，其實嘛係天數歸他一部分。係啊，長輩們他跳舞。因為跳舞這東西呀，對長輩們來說，對他們的腦袋是會有幫助的，因為他們慢慢記性越年長的時候，其實記性越差，但是可以記得這是跳舞，沒有錯，可能3分多鐘的舞，對，它裡面可能就記了很多動作，但是可以藉由這個活動，讓他的腦袋不會一直不斷的退化，而且可以促使就是舞蹈這一塊，讓它不斷的越來越好，越來越好。對啊，嗰一部分也是，有時候上頭講，因為頭先講到同人哋咧睇啥教跳舞嘛哈，因為頭先有時候講到講，咪有客家文化嘅元素一部分。那客家文化一般來說都不應感覺到嗰種歸傳統啊，哈，歸老派啊，佢同咱係按形式的、按形派嘅嗰種舞蹈按樣嚟結合呢？好像我們街舞可以用英文歌來去詮釋我們跳舞的每一個姿態嘛。那相對的，其實也蠻愛台灣跳舞人嘛，也會用台語的歌去跳。為什麼？因為英文歌跟台語歌，它都有一定層次的節拍。那相對的，客語的歌也是一樣可以做到這一個。所以，我現在我最期望就是說，希望台灣有客語歌手可以做一首歌，不要說一首歌，我希望多首歌一點。當有這首歌的時候，然後他的歌是符合我們街舞的那種律動拍子的時候，相對的這邊就會慢慢去創作。對啊，那你講啊，睇有都上到，因為其實譬如講，我哋早期嗰種跳舞，大部分有跳英文的歌誒。但是而家大部分人跳舞跳韓國的歌誒，K-pop 嘛，哈，K-pop。嗰時等於都好多人講到講，有啲人家跳譬如講河洛話嘅歌誒，嗰時等於講，而起碼嘅語言唔重要，最主要的是那個節奏。對對對，好，那個節奏要對，沒錯。好，如適合拿來跳舞嘅話，其實伊都係創辦嘅。其實而家嗰時跳 K-pop 伊都當嚟創辦嘅冇唔啲啊。係啊係啊。所以以前嘅人哋從跳用英文歌跳舞時咧，其實伊創嘅東西我哋嘛，彈一般彈是一般彈唔是。而家講 K-pop 我哋完全彈唔是，但是你看有啲有冇聽到人哋跳？係啊。等於如果啲節奏是對的時候，對。好，嗰個時候變成講，咁種我哋喺一般嘅人咧，客家嗰個地方有種類似這樣按嘅節奏誒，其實都可以拿來做跳舞。係啊。
啊，其实如果说因为我自己个人我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当有台湾的歌手，他用客家话去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有唐有以公嘛给，自然我这样创作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有灵感，对，因为音乐呢，它除了它会带给你灵感以外，它还会带给你生命，对，所以相对的，像我好了。我的英文算是比较中等，所以每一首英文歌，像可能英文歌它有 baby， 那 baby 的时候，可能我在跳的时候，我就会 baby， 就是这样子去诠释，像如果讲到客语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像它有一段话，可能就是说，你 give me your home 嘛，我就可以就是用 I give me your home， 我会怎么去创作它，对啊，因为我觉得台语、英文可以，客语也是可以。只是客语是大家会慢慢的去比较忽视它啦，对啊，那相对的，其实我一直在期望这个音乐在出现。当这个音乐出现的时候，慢慢的，不要说舞感，不要说我的舞蹈有灵感好了，可能服装也慢慢会有灵感，对啊。除了其实也不光是有这音乐出现。包含就是对客家的了解也要更注重啦。对啊。对跳舞、对音乐开始慢慢的就开始去了解到，用我把客家文化可以变成这个舞蹈的最美的一部分。系啊。嗰时对台看到霹雳舞，其实我哋呢深入以深度係伊生命地位最有靈魂的一部分。而呢個部分哦，嗰時講伊下一生命地方可以個快樂，同時嘛可以聽出到個東西。你今日嗰啲感謝我哋深入到現場同你分享安東嘅故事。大家主持，大家大家休息下喎，等聽我哋欣賞來運動一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